台语文看榜，咱来看伫网络的时代，真侪人要红，拢是靠网络。有一个对马来西亚过来咱台湾的 Smiling， 4当前伊成立家己的频道，极限破台语。原本伊袂晓讲台语，毋过伊甲学台语的过程拢翕落来，哪讲哪放送，嘛用台语小解咱台湾的美食甲特色。接讲假讲讲久啊，台语就学起来啊。 嗨，我是马来西亚来学台语学个歹了的 Smiling。伊是 Smiling 讲台语的开口真特殊，嘛真古锥。伊是马来西亚人，原本完全袂晓讲台语，到台湾读册，伫台湾结婚成家了后，这4当以来，毋但真认真咧学台语，阁成立家己的 YouTube 频道，极限破台语，甲家己学台语的过程记录落来，阁传到行大专台，用台语介绍各地的特色。 产土鱼咧，花条，还是石贴啊？啥都要用台语，伊讲台语开口特别好。发现台湾人讲台语足有开口的，毋管是足受气，还是足伤心、足欢喜，用台语讲就是特别有感觉。 虽然家己讲是破台语，毋过 Smiling 真敢讲，嘛真愿意讲，这是伊学台语上大的秘诀。满满的风大米粉，因为遮风大，但是无啥物落雨。 这个就是米粉的厝，哇，足侪米粉的。伊讲台语上困难的是字拢共款，也毋过声调一转，意思都完全无共。伊嘛因为安尼闹袂少笑话。就是有足侪细细的开口，你爱注意。若是你讲毋对，你的意思就完全无共的，完全无共。含我家己是台湾人，就要袂晓讲啊，所以我感觉伊会当坚持落来，我感觉伊实在足厉害的。 我就感觉讲一个语言就是定讲，安尼才会进步。伊就是要安尼想要安尼练习，啊，翕互大家看，啊，就互大家笑笑，安尼就好啊。Smiling 的翁婿嘛是一个 YouTuber， 伊担任太太的名师、司机等等，真支持伊用心来学习的精神。因讲未来会继续用轻松欢喜的态度来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人的台语生活。记者由郑国聪人台北报道。